使无按到阿公阿婆辛苦打拼，我哋一对后生人，可能根本日都无按好嘅生活。我睇下等大。透早起考了，我喺成日把工来做，啊，你唔好时间你做到今嘛。现在睇下，出世嘅，出世啦。我哋12个人口啊，吼，爭23000，叫做接成1,300人。帶定對阿公阿婆感謝嘅心情，再將伊哋嘅故事寫做一條歌嘅，天天嘅唱俾伊哋聽。一種歌手老阿婆熟悉嘅歌唱，阿婆嘅故事創作出感動人嘅歌曲。咖喱白日按不跳10點半，人生嘅歌慢慢唱。